Rose， 你想食乜啊？嫲嫲，我想食叉燒包。Theo， 你想食乜啊？舅父，我想食燒鵝。Amelia， 蛋糕喺邊啊？表姐，蛋糕喺雪櫃入邊。Angelina， 過嚟攞禮物。好嘅，姨丈。Elia， 遞杯牛奶俾我。大伯，牛奶嚟啦。姨媽，碗碟喺邊啊？ Rory， 碗碟喺櫃入面。媽咪，我條短裙喺邊啊？ Aiden， 你條短裙喺衣櫃入面。